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我现在在台大的儿童医院。大家好，我是马卡真爱。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两个伙伴呢？但是他们今天不会出现。会，晚上他们会在。然后我现在在台大的儿童医院，今天早上有一个记者会，迪士尼跟台大医院的合作的记者会。《海洋奇缘2》的2位配音明星，让我们欢迎金曲得主马卡夫真爱，嗨，是莫娜的配音，谢谢。还有呢，真的是完全神还原毛衣 Masca， 欢迎，谢谢。晚上大家好，我是马卡真爱。大家好，我是 Masca。我觉得很棒啊，就觉得很幸福吧，就在医院也可以感受到迪士尼。对呀，很梦幻啊，害我都想要去打针了。人最喜欢的这个迪士尼动画人物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最喜欢的角色是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精灵。对，幽默风趣，然后他很有想法，也有能力，我觉得他也很神秘了。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小飞象。小飞象大人做的，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我妈妈会去借那个录影带来看，然后我跟我弟弟很常在家里一起看，对吧？就是充满回忆的一个电影。3、2、1，迪士尼儿童医院计划扬帆启动，请啦！耶！好开心哦！爸爸也是真爱，我找到，谢谢你，跟上互动一下，院长，请大家一定要走进戏院，完全。我们刚记者会结束，刚刚就是有看到米奇米妮一来，然后全场直接那个护理师全部变迷妹我真的蛮期待晚上记者会，对吧？就是到时候会看到更多认识的人，然后鲍姐也会来，对，所以可能可以分担一下讲话的那个分量。我要爽妹，我看老板在那边，因为我们不是女主角啊，这个配角。要唱歌压力很大哎，为了这个我还要变李美婷，看我牺牲多大！我平常是 hip hop gang 呢，航向远方。妈妈本人吧，哎，辛苦了。压你的花比较高级，这是我的海洋之心啊，海洋之心，高级了嘛？你这个是穿金戴银嘞，刚才的。内湖过来，新鲜的在头上，有内湖的味道，有点塞。莫娜，一定是这样。紧张呢，我们记者会要开始了，我们现在要去到后台，加油！刺激掌声！太含蓄了，你们已经这一次。掌声加尖叫，国际巨星，他们是电影良乡。欢迎鲍姐，欢迎真爱，欢迎Masca。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马丹机，各位领航员，你们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图努力的莫娜。你一定是这个声音哦。大家好，我是毛衣。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最对味了。主角，你到时候那个时候拿到有几页脚本？就拿50页脚本，然后首歌，对不对？吃尽了苦头，是。但是你等下看会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对。而且我觉得第1集跟第2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那个毛衣的感情戏比较多。感情戏，真的感情戏比较多，你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感情戏毛衣要怎么表达？很赶。很赶的那种哦，真的啦，要放很多感情啊，有点致敬马丹基了。是没错，就从头到脚。怎么说呢？来头先讲，头，一定是啊，就是因为它就是有它的造型里面就是会有一个像波西米亚他们也会用一些植物来去做头饰，然后这次就是特别想说
跟他用一样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平常很少大波浪，因为他有一个像大波浪的卷发，然后他平常是生活在地底下，所以今天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强光啊，你不要那么入戏。台湾的妈。姐。现在是摩阿娜2首映会的结束，然后我刚刚有看，真的很好看，我被那个可可怪圈，因为我本来就有看1，好，而且我昨天还特别复习1，然后我现在就一脸问号的意思，没有，就是那个毛衣的挂钩。挂钩吗？不是毛衣的魔钩，真的太厉害了，不愧是迪士尼，太厉害的工业流程。它不是里面片段会有一个，就是要喝酒之前会先敬天敬地给祖先喝，这个片段就是跟我们，就是我们台湾住民我们自己也是会这样子，就是看了就蛮有感觉。我应该可以为我自己骄傲一下，可以，因为好难哦！天哪，我做完了。然后刚看完，就是很多人跟我反馈，就是说哦，觉得很感动，在唱歌之外，用声音的技巧上就学到了蛮多，然后还学到了就是护嗓的秘方，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也可以实际运用在我之后保护我的嗓子。谢谢大家支持我，《海洋奇缘2》首映会圆满成功。哎，太软。